宜兰县政府公告，10月29开始，东山河要解禁，开放独木船、SUP 这款活动。那今仔日已经有一寡民众提早申请落水来庆祝。东山河水域节，大城化东山河水系改验考核，日后超过100个水系游乐活动专家申请到宜兰东山河进行水系游乐活动，庆祝宜兰县政府总算预先公告，让东山河流域有限度开放水系游乐活动。无动力周版友一定要来的东山河开放的一个纪念活动，庆祝。那终于努力了很久，可以开放了。这是正向的，所以整个台湾要朝着水域解严的方向来发展。这专家要民众知影，伫咧做水系游乐活动，未来家己自单车道、骑脚踏车同款自由，也毋望全国有较侪水系。会当甲东山河同款改严，希望公部门会当建设普通码头一亿的设施，安尼有助东山河观光发展。如果能够再建一个浮动码头，让民众来这边散步的时候就可以看得见。这样可以更大的促进这个水上活动的这个方便跟发展。县政府预告内容开放范围包括东山河主河道、新古寮溪回流口、到5家防水水门河段、安边溪排水、5股排水、加平行排水等。为了顾安全，东山河5节防水水门前后100公尺加各汇入东山河排水口，4口连等50公尺内无开放，预告到29进前收集民众的意见。这一段期间呢，预告公告14日内，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一个团体个人，或是水上运动的一个团体及个人有相关的意见的话，可以向县府这边来陈述意见。县政府表示，目前已经收集到未少民众的意见，而到预告结束了后，会持续甲民众沟通讨论，听后有共识了后，才会正式公告。到时阵民众落水都唔免事先申请，不过若是伫公告进前无申请就落水，也是会当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第60条的规定，处1万以上5万块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